大家好，今日係2024年2月11號，大年初二。今日行鳳凰山，行大運。嚟到伯公坳，今日又唔係好多人喎。依家喺呢條樓梯度上。呢度有個涼亭同埋一個碑，係紀念當年飛機墜毀嘅飛行服務隊成員。喺出發之前記得 like 我呢條片同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， 記得撳埋個鐘鍵，下次出片會有通知。亦都順便代楊生溫馨提示：結伴同行，安全好多。初級新手適唔適合呢，就要視乎佢嘅安全意識係點啦。不過我覺得佢一定會講初級新手不宜行，因為之前有個群友想去大帽山，佢就拒絕咗人哋話呢個係高級路線，唔適合你行。佢話最好行初級，之後俾人係咁笑。望到鳳凰山，繼續直行。講返楊叔叔先，佢好似乜都話唔適合新手行。之前龍脊都話初級新手不宜行，好多人喺度講佢，佢就話我只不過係提同提醒，想減輕傷亡啫。嚟到呢個路牌，繼續沿住樓梯上，唔知有幾多 Facebook 谷友係苦主啊，都俾佢溫馨提示過，真係俾佢煩死。佢一個退休人士，仲喺度咁沉氣，乜都話初級新手不宜行，不如就唔好行。我媽都冇佢咁長氣。不過我喺谷入邊識咗一位師姐同師兄，人好好。頭先就係沿住呢啲樓梯上嚟，後面就係芝麻灣半島。呢度有張凳可以俾我哋休息下。呢座係大東山。我頭先講話識咗位師姐同師兄，都係網友，未見過面嘅，不過都幾啱傾。希望有緣山上見。不停上呢啲樓梯，今日冇乜人。畢竟年初二，我以為會好多人，點知冇乜人。講返楊叔叔，其實佢出發點係好，不過唔好騎劫人。望到索罟群島，大東山、芝麻灣半島、石鼓洲、索罟群島、狗牙嶺。前面又有個觀景台。鳳凰山、彌勒山、東涌同機場、屯門青山一帶、大東山。睇完景之後就往鳳凰山進發。又要上天梯，望到羅漢塔。
嚟到南天門，180度景觀，就快到頂。呢個係狗牙嶺，索罟群島隔離嗰個係桂山島，大陸地方。就快到頂，陸續有人上嚟。望返落去羅漢塔，都幾險要。終於到頂，鳳凰山高934米。冇乜人啊，好清靜，全部去晒拜年。石壁水塘、港珠澳大橋、機場、東涌、大東山。嗱，依家多返啲人。哇，今日好清。大東山、芝麻灣半島、石鼓洲、索罟群島、狗牙嶺、石壁水塘、港珠澳大橋，唞咗一大輪就落山，依家喺度落。哇！呢度望落去狗牙嶺好陡峭，岩岩巉巉。依家繼續落，呢度有啲鐵鏈圍喺度。下面就係斬柴坳，嚟到斬柴坳，呢度係狗牙嶺嘅出口。昂坪繼續落。行返啲平路，望返石壁水塘，前面就係心經簡林。終於出到嚟，呢度反而幾多人。
出到嚟昂坪，今日大佛好多人。喺度食碗豆腐花，再搭車出東涌，旅程結束。